嗱，而家我哋睇波咧，一有犯規啦，啲矛盾啊，球證就會俾個紅黃牌嚟對付佢啦嚇。咁紅黃牌嘅制度咧，其實1970年咧先至有嘅喎，喺世界盃係出現㗎。咁啊，在此之前咧其實就冇紅黃牌，但係一樣有球員咧係被逐離場嘅喎。咁啊，最先被逐離場嘅球員咧，應該就係1930年啊，第一屆世界盃啊，被捕嘅球員咧係卡薩斯咧，因為打矛波。咁啊，當時冇紅黃牌點咧？哦，好簡單啫。球證咧直情請佢出場啊，大聲同佢講 out。咁啊，點解1970年咧係開始會引用到紅黃牌咧？原來事源咧就係喺1966年咧係英格蘭嘅世界盃咧。咁啊，當時嘅執法球證咧艾斯頓咧係一場好火爆、好激烈嘅球賽當中咧就係執法員啦。咁佢又覺得哇，點樣去可以控制到更好場面咧？當佢揸車翻屋企嗰陣咧，去到紅綠燈口喎，就睇到紅燈、綠燈、黃燈都有。咁覺得咦係喎？呢個紅黃綠燈咧，其實都可以借鑑於足球比賽喎，所以因此咧就向國際足協咧就係提出咁嘅建議。終於喺1970年咧就出現咗紅黃牌呢個制度啦嚇。咁啊，當屆咧1970年咧蘇聯嘅球員咧係洛夫切夫咧就成為第一個攞黃牌嘅球員啦。不過嗰屆咧啲球員咧就相當斯文啦，就冇紅牌出現過。咁啊，紅牌幾時出現咧？就係1974年啊。咁啊，當時智利嘅球員咧係卡斯澤里咧係攞到第一面嘅紅牌。智利球員不嬲都矛㗎啦嚇，攞第一面紅牌有乜咁奇喎？